大家好，嗱喺大家面前耶穌啦，彩票啦，熱鬧最興啦，冇公開就買呢啲最適合啦。有人咧揸一沓咁啊，100張、200張咁樣一路行一路買，一般都係老人家嘅買耶穌啊。你賣晒好似唔知賺一萬賺1000，1200啦。咁1蚊換埋6啦。咁大家翻去食嘢咧就3萬啊、3萬5啊一碗粉麵，咁即係話呢度1蚊多啲美金。呢度係越南堤岸啦，胡志明市啊。小弟企正呢度咧就個大街就叫做老子街。首都戲院喺左手邊，跟住有一間銀行叫 ACB， 係應該係新開張嘅，俾人哋擺錢咁啦。有冇人住喺呢度啊？咁大家可以睇下你組屋㗎，以前屋㗎住過㗎，邊個有好多年冇返過去睇下啦？對面呢間黑蒙蒙咧，黑紅咧，呢間就燒烤啦，嗰啲叫做nhà hàng nướng，nhà hàng nướng即係餐館燒嘢食燒烤咁樣。而家越南變咗好多啦，啲地方街景汽車都多咗少少，不過電單車仲有嚇。呢個屬於係大街啦。呢度有間 hotel 啦。大家可以住喺間叫首都戲院，變咗係 hotel， 大家可以住喺呢度都得。講到價錢方面呢，好多人唔知道價錢翻越南係幾多錢。小弟會帶大家入去參觀首都戲院呢個華人街市，好多嘢食。帶大家入去之前呢，就講解下翻越南要嘥幾多錢啦。大家唔好諗咁多啦，有時間就翻啦。因為呢，上年同埋今年，短得2-3年，我嗰啲朋友阿爸阿媽親戚有啲人拜拜晒咁講，唔係攤咗就拜拜。所以人嘅嘢今日唔知聽日事，有時間唔翻去咯。出邊就係咁，翻嚟行一趟，冇諗咁多啦。人生嘢，世界無常，啲世上無常嘅，有唔去下咧。出邊就係咁啦。呢度都係屬於係嗰啲酒店附近好多嗰啲 hotel 酒店附近，所以大家翻到越南呢，唔使怕話冇地方住嘅。啲價錢唔同嘅，有啲15蚊1晚，有啲25蚊1晚，有啲35蚊1晚，有啲50、100都有。一般呢25蚊到35蚊都住得下㗎啦，大家。中地都要15蚊20蚊都 OK 嘅，冇早餐食咯。咁大家唔想食早餐咪住少少。你想住嗰啲酒店有早餐包埋嘅，個25蚊都有㗎啦。而家我哋行過去啦，帶大家行睇下街市有咩食。講到機票啦。大家想唔想知道翻越南需要幾多錢先翻到越南？小弟要同大家細心啲講解下啦。幾多車？我要錄幾集喺度，呢度街市太大啦，錄唔晒。小弟呢錄幾集俾大家睇下呢個街市華人街市，好鬼多年歷史。見到個牌叫đường Lão Tử，即係老子街咁解英文。其實呢，翻越南呢，大家只要需要嘥2000蚊美金就夠啦。即係我計個價錢平地，即係最平嘅價錢呢，就揸住2000蚊就可以翻越南玩。
2000蚊機票啊、食宿啊、酒店包晒㗎嚇。係咁大家想住食嘅高級少少嘅，高級少少咪帶3000咯，或4000咯。點解我話2000蚊夠使咧？嗱，小弟計俾大家睇下，一張機票 ，OK， 900蚊。咁你哋去2個星期或者3個星期先，而家計2個星期先。咁啊計20蚊一日 ，OK， 20蚊一日機票，唔係20蚊一日酒店。咁你住2個星期，咁2個星期14日啦，咁即係280蚊。14日睇先。咁而家小弟計14天，大家返越南去2個星期啊嘛。咁1個星期有7日，咁2個星期14日。7加7 14啦，14日。咁我計20蚊一晚 ，OK。咁即係14日，即係280蚊啦，係咪？咁機票咧就900，咁加住大家每日食用10蚊美金喺越南啊，用10蚊都好犀利㗎。咁10蚊一日乘比14日，140蚊啱。咁你 total 加埋都係1320蚊。哇！酒店、食嘢、機票都係1320蚊咋？你話幾抵嚇？咁平，點解唔返越南玩下咧？嚟美國30-40年嘅，應該返去嘅，都係千零蚊啫嘛。我計呢個價錢最平啊嚇。咁你大家話我唔想住酒店20蚊一晚，我想住貴啲又得啫。嗱，你住個貴啲啦，35蚊得未？咁14日咁乘起35，咁又都400幾蚊啫嘛，係。咁400幾蚊，咁你加埋機票900，咁都唔係好多喎。2000蚊都有得找。咁大家咧就唔使擔心話我翻去越南我需要好多錢先，有好多錢先翻嚟，唔使嘅。你有2000蚊、3000蚊就翻到去噶啦，睇你點使啫。喺電單車係咁。裏邊街市、華人街市好鬼多嘢買，喺度賣nước咪賣椰青水咖啡咁，nước咪都平，1萬蚊一杯，跟住10先元，平先。nước咪椰青水，真係街市啲嘢平正，講笑。有冇人住喺街市裏邊？嗱，呢度太長啊，大家，所以小弟一定要錄好多集俾大家睇，因為街市哇行長龍啊行，係啊，由啲樓啲舊樓咧，啲古董舊樓咧，我要慢慢錄俾大家睇下。因為有啲人咧返唔到越南，佢又掛住想睇下啲舊樓，又叫我幫佢錄，咁錄下啦。哇，行到腳都軟埋陰公。唔講笑啊！慢慢行，慢慢錄啲舊樓俾你睇下，俾你哋，即係你哋掛住啦，懷舊下咧。裏邊呢度好多舊樓啊，咪好多嘢食。大家翻到嚟住附近呢度咧，你可以食下睇下舊樓咁啦。而家行入去個舊樓，錄俾大家睇啦。哇！你望幾古董啊！其實香港同埋越南都差唔多，啲舊樓我見到都係咁，細條巷仔咁。我去過香港玩啊，啲樓都好似係咁，舊地咁，細地咁，好得意嘅。就係咁，細間咁啊。
喺樓梯上去，哇都好襟嘅樓，哇都好多年歷史啊大家。哇所以咧大家咧有2000蚊美金就可以翻越南玩噶啦，唔使話我擔心冇錢翻越南玩。有人嚟咗美國30年40年，我啲朋友親戚佢話：哎呀翻越南好貴啊，翻越南咁多錢我冇錢翻啊！係嗰啲係藉口嘅，咩冇錢翻啫？你需要2000蚊可以翻到去噶啦。其實你喺美國翻工，你一個月 OK， 你一星期我俾你平地入息，你一個月都有3-4千蚊係嘛？係先，我俾你最平你2000幾都得啦，你慳地，你每個月慳200-300-400，我計你最低你都做一年你都剩到2-3千，都剩到啩，冇話剩唔到係先。你揸住2000蚊就可以翻越南啦，你唔需要揸成5000、1萬蚊，唔需要嘅。我計個條數啦，如果大家揸2000蚊翻越南咧，嗱機票咧900蚊一張啦，係咪900蚊一張機票？咁住 hotel 20蚊一晚啦，咁即係200零蚊啫嘛，係咪？200零蚊加900蚊，即係1000零蚊。咁再加埋每日食10蚊美金一日 ，OK？ 你住都係2個星期，都係140蚊。咁加埋都係1300蚊幾啊！你帶2000蚊去，你用機票酒店嘢食，你仲有得找700蚊啊，大佬600幾蚊。所以你2000蚊你用得1000零蚊啫嘛，有幾百蚊。除非你有親戚你要俾又唔講，冇所謂㗎。你有2000蚊，你用咗1300蚊，1300幾蚊，你有600幾，咁你俾親戚50蚊又好，100蚊又好，一個人咯，係嘛？直接幫佢講啦，我喺美國唔係好多錢，我都退休人士，或者我揾到少錢，咁俾佢哋50蚊100，佢哋都好開心㗎，啱嘛？因為喺越南咧做工咧，一日8蚊美金一日咋，8蚊，高級啲10蚊、13蚊一日咋，8個鐘啊！所以你比起50蚊、100蚊一個人好開心啊！明唔明白啊？唔通要比起500蚊、400蚊咩，大佬即係你要真係揸槍去搶錢咩？啱啊！你比起100蚊好開心噶啦，喺越南。除非你多錢，你俾200咯，300。如果你唔冇咁多錢，俾50、100蚊都 OK 噶啦，都好使噶啦，1蚊換26000蚊到啦。咁一碗粉麵35000啦，即係1蚊美金多少少，都未到2蚊。裏邊就係咁啦。大家有冇留意起瓷磚紅紅地紅白啊？係咪好特色嘅？呢度屬於古董噶啦呢度。咁返越南玩咧，有貴有貴玩，平有平玩。你覺得我住 hotel 20蚊唔夠厚嘅，你可以住35蚊都得。其實35蚊都係多，都係幾十蚊啫嘛，都係2000蚊都玩到好，都可以玩噶啦。除非你話你冇飲酒酒就唔同啦。喺越南啲酒有啲貴酒平有啲200-300蚊一樽啊，大佬。如果你唔飲酒唔吹煙，你揸2000蚊返越南，夠突啦，夠玩啦，真係。所以大家冇成日諗自己有個藉口，返越南好多錢啊，我唔返啦，冇咁諗啦。其實2000蚊可以返啦 ，OK。啲古董樓俾大家見識下。人一世物一世，返嚟行下啦。唔係咧，入嘣一聲拜拜，冇得返噶啦，想返都冇得返。今日唔知聽日事。喺樓嗰邊，小弟要錄幾集咁啦，一集就咁錄俾大家啦，希望幫到大家懷舊下。好多人唔得閒返去，有啲人老咗，有啲人咧冇錢，有啲人咧就唔知咩理由啦。唔緊要錄埋俾你哋啦。我有啲路我都唔識嘅，有啲人叫我幫佢錄啲組屋幫佢錄咩街，話俾我啲名，根本我揾唔到，因為而家好多啲街咧改晒名嘅，係啦，而家改咗名，好似陳慶道而家改咗變到同慶大道，同慶大道改咗陳慶道咁啦，以前叫咩水邊街咩咁嘢咧，係改啊，好多嘢都改。
呢度啲街市咧，蝦餃、燒賣都有，粉麵啊、粥粉麵粉乜嘢都有，又唔係好貴，3萬幾又有，4萬幾又有。越南啲特色嘅見到啲顏色，或者2蚊零，2蚊美金一餐，所以10蚊美金都 OK 嘅啦，一日大家用10蚊啦，都 OK 嘅啦。如果大家去餐館食嘅，都 OK，算1星期食2次咁，我諗2000蚊都夠啦。食一餐啊80蚊到啦，60蚊，有啲100蚊一餐都有。越南鐵閘啦，見到我以前屋企都係咁啊，呢種鐵閘，呢種就係保留古董。啲鐵閘係俾細佬哥冇走出嚟。以前我婆哋睇幾個發骨龍都係咁嘅，鐵閘鎖咗，啲細佬哥病喺裏邊出唔到嚟。啲揮春，咁望下知啊，華人區喺越南咧食嘢好方便啊！大家喺屋企，你唔需要行出嚟，你打電話去自動捧嘢食，捧碗粉麵到你屋企。跟住你食完咧，你擺喺門口係嚟執嘛。哇，幾好服務，真係好服務啊！35蚊一碗，一位嚟1蚊到，1蚊多啲美金。哇！呢張台〜大家知唔知道幾多年歷史啦？諗到好耐嘅啦，係學生讀書嘅張台。機票咧有700蚊都有，900都有，1000幾蚊都有，1200、1300、1500，睇你去邊個季節咯。有啲季節冇人去嘅，750蚊都有，哇，平靚正。咁如果你哋話去正心啊，唔梗係啦，1000幾蚊。咪先？哇！個埲牆咩事啊？哇！爛成咁嘅，哇！唔知係咪地震呢啲？一般咧啲裂地都係地震㗎嚇，大家裂咗。如果唔補翻啦嚇，就會冧㗎，好危險。嗱，大家見到啊，有人捧嘢嚟食啊，幾正！你打電話嚟捧俾你食啦，大家少就行落去啦。我希望頻道幫到大家了解少少啲古巷古樓咯，好多歷史啦。我會錄幾集㗎，跟住呢度唔知係咩嘅呢個，睇都唔明。見到好多嗰啲櫃嘢都唔知咩。哇！啲古董櫃。好似係做金嘅啲櫃，大家有冇睇到啊？好似有個工具係嘛，做啲金器咧、韓器咁，我唔知係咪。裏邊影到咁多俾大家，希望幫到大家懷舊下啦。越南泰安華人實況街市啦。大家睇完啦，記得留言啊！想我錄乜嘢留言，俾小弟個讚啊，個 like 啊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華人街市
跟住有幾集咁繼續錄俾大家睇下啦。好古董啊，真係一個街市，好多嘢食唔錯，一個街市值得推介啊！好多嘢食唔錯。好啦，係時候講聲再見啦，大家，拜拜。